继续来看中南部，为昨日开始落大雨，这个西南气流带来着强降雨，甲农作物上甲真正力。云林的北港甲口湖所种的土豆、番麦甲番薯拢去伤着，损失的金额至少有872万。另外，中华高丽菜甲藤丝仔菜因为水伤，这个交货量减少，嘛拢起价了，每台斤起大约5块。果菜市场讲，等到好天出日，这个大日头一个拍落，泡过水的菜损伤会更加严重。到时阵，这个交货量会搁较少。恐惊一礼拜后，这整体菜价上济会搁来起5成。淹落啦吼，你看土豆拢缀水流去啊。因为落大雨，土豆若是好水冲去，就是浸甲烂去。另外，伫番薯园叶仔被浸甲拢翻白，番薯嘛浸入水内。还有稻啊嘛拢拍落，即摆西南气流造成的大雨，好这个云林各地损失惨重，包括土豆、西瓜、番薯、番麦等等，损失超过800万。目前是来到872万，那我想这个数字会再增加。因为利用减少，传统菜市内面包括油菜类、瓜果类拢总起价，高丽菜50块起到55块，藤丝菜为每台斤10块起到15块，起5成。芥菜类就烂掉去，烂掉了，它当然价格就居高不下啦。西地果菜市场杏菜每公斤为26块变到48块，菜瓜嘛为25起到50块，将近1倍。果菜市场估计讲，未来若好天，浸过水的青菜会烂得更较紧。时到交货量会更较少，所以讲估计未来一礼拜整体菜价有可能会起1成左右。